欢迎各位来到这，这是台南市安南区的四草里，台南讲台语嘛吼，四草台语要哪讲？四草。哎，拍拍手吼，敢知影啥叫四草？有四丛草啊。唔是四枝草啊吼，这是原底这搭叫做北山尾。北山尾先民来到这的时阵，是要找大的所在，找到一种是要叫做车海洞吼，车海洞这种吼，甲叫做册吼，所以咱住伫四周围拢是册的所在，所以叫做四册吼。咱今日坐这个竹筏吼，竹摆啊要来游咱的迄个绿色隧道啦吼，绿色的隧道这是迄个全国吼上足少看的，几乎吼是干咱遮较有名吼。咱等一下较来介绍咱的迄个红树林植物吼。咱先来看咱正手边，咱甲读做啥？大公神啊啦。来正手边这种吼，植物吼叫做五厘卡，哦，像咱叫做五厘卡。你看伊的喘气筋吼，一支对个树尾顶头安尼伸落来，这是伊的喘气筋，伊靠这咧喘气的吼。顶头一粒一粒迄个是伊喘气的所在。一直细的到咱土内底，甲土安尼夹条咧吼，就叫做啥？支持根。伊这是哪要生这个喘气筋？是因为吼，红树林植物吼，拢是生伫个迄个海口和河口这个所在吼，所以呢，这个水吼有可流较难流吼，所以这个水是有海水的，带有海水的，所以这水吼咸度较悬吼，所以伊的迄个氧气啦，迄个做啥氧气上手较少吼，所以呢，就爱生出来这个所在，特别生这个来喘气筋来帮助伊喘气的吼。对水安尼行到适合家己的所在吼，这个所在插来土内底，伊的筋吼对下骹一直发出来，叶顶头安尼浮出来，吼，就变做一丛小树，一丛小树安尼共款吼，这个是台新的故事。是伫个脚底尔，会去收哦。是收，伊这吼，对，尖的所在伊安尼收，去找家己适合的所在。是拄家己拄插落。伊若插落去，会当成长就成长，若无伊就伫咧水中漂。嘿，对，吼你有当时足矮啊，足客啊，就无适合伊生啊，爱就随波逐流，适合家己的所在，伊就甲筋就发出来啊。筋咧一溜一溜的是啥？对，甲一溜一溜。下骹迄个较细啊。嘿，对，嘿，伊这对顶头一直洗落来，嘛有一种海茄蛋吼，咱讲茄丁就对啦吼，对水内底一直一支发出来，敢有看到？就是芦笋安尼做一支的吼，伊这是一个主体吼，主体边差不多8公尺到10公尺安尼吼，对，全安尼生长的吼，这一样安尼，这是较特殊的，因的喘气筋安尼喘气吼。五厘卡目前吼是咱像个红树林内底吼上少的一种，伊吼是敢若伫咱的台南地区，尤其是伫阮这四草地区吼，较济有看到尔，剩的所在拢足少的哦吼。这茄丁啊，海茄蛋吼，海茄蛋是下骹这种，五厘卡是这种树，嘿，叶较大，叫五厘卡吼，迄种吼叫做茄丁啊吼。高雄无一个所在叫做茄丁啊，就是因为这种植物吼，这种食物，食物吼，我可以去甲学起来。这种食物的关系，这就是五厘卡倒手边这，叶大的这五厘卡，有生5支卡伫咧涂骹咧犁无？五代表多数的意思啦，吼，毋是讲真正5支啦。这叫做无根藤，这真正无看到伊的根的哦，吼。毋过伊这是咧吸伊的迄个寄生植物吼，吸伊的营养分的啦，含伊生做伙就对啦，无根藤，无根藤啦，对啦，这叫做黄锦，毋过台语就好讲，叫果叶树，古早是阿嬷要炊粿啊，炊咱的红菇粿、草仔粿啊，就是用这个啊，即马是玻璃纸嘛，古早时就是用这个啊。炊咧下骹，听讲这炊起来足好食的呢，有一种芳气吼，佫袂去绑着手。这粿炊粿迄个红菇粿迄个粿啊，你看伊叶仔这细面吼，是因为这水较咸啦。你若伫咧正水的所在吼，这叶仔足大面的，袂像咱的面同款，咱的面老变大面啊吼。这花吼开一工尔，你看即摆来看足水的吼，一蕊一蕊吼，
安尼搁我伫咧树头顶头吼，安尼黄色的足水的吼。你来拍一下招呼，嗨嗨。啊，正手边吼有一丛迄叫做蓝李，你食上重咸的啦。你看伊叶啊吼上盖青吼，伊食上重咸的，四种内底食上重咸的。啊，正手边这土丁香吼，这毋是哦，这是半生植物尔吼，还没生做伙。这种嘿，就是因为伊个茎啊烧起来吼，迄个气味吼，含迄个丁香的味足同款的。啊，古早时咱若较善食人吼，无钱的话吼，拢摕这来代替吼。摕这燃烧来代替，啊，毋过这有毒的哦，吼，嘛莫凊彩去甲放，放起来伊个汁吼有毒的吼。啊，咱要入来咱的迄个吼隧道内底啊吼，啊麻烦一个吼，咱有要翕相的，咱有一个迄大有无吼，磅空嘿，咱的。哦，够老力的嘿，啊，草啊色的磅空吼，咱要来草啊色的磅空内底嘿。诶，这是伫咧水中的哦吼，一般拢伫咧陆地吼，啊，咱这是伫咧水内底吼，啊，你来看，够水的啦。诶，啊，咱若迄个翕相机吼有大的吼，会记你家己用你的手里，若是头阿妈棍顶头哦吼，啊无大啦，嘿，啊若无细哩吼，靠落的时阵吼，较会迄个较袂落落去吼。嘿，咱来水内底浮起来是袂当搁用啊呢吼，所以啊细哩呢吼。啊，尽量加翕一个吼，来到遮咱尽量加翕挂吼。足水的，诶，小可弯一下安尼吼，啊，你看有水无啦？哦，红树啊，这种真正吼，这个磅空看有水无吼？这拢天然的啦，这无人工的吼，天然的，对，天然的上好吼，天然的上水。那人工的就无遮有价值啦，这就是因为拢天然吼。最细腻的就是咱台湾介绍的蓝李吼，伊的树较细吼。我会弄掉啊！后壁水的大部分拢是咱的海茄蛋。古早时这是内海啊吼，咱的台江内海啊，啊咱府城做生意人的船啊拢停伫遮啦。啊因为吼，伫咧1823年的时阵吼，啊有一条舟啊尾报吼，迄张迄个雨吼落足大的。爱翕相哦吼，翕相哦，毋通迄个长期讲哦无翕着安尼，无翕着咱搁来一届啊吼。遐搁过去吼，就是即摆叫做四草野生动物保护区吼，细色野生动物保护区吼。啊，古早时呢是咧拍盐的，日本人吼伫咧大正8年的时阵吼，起的一个叫做安顺盐场的所在吼，伫遐咧拍盐的就对啦吼。无。白盐船啊，去清朝的吼，这是日本时代的。白灵丝较济，啊无就暗公鸟吼，啊搁有咱也有听到迄个啾吼，迄就是迄个落脚鸟，啊毋过迄较歹看着，嘿，要看着较困难吼，拢看较袂着。无电咧换者就好啊，无电大声。嘿，有诶，鸟也无收着，吼。哦，但是叫恁抬头看吼，看鸟收着，搁拢看着啥？拢看着鸟鼠啊。安怎？嘿，因为鸟鼠来遮头天卵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嘿，哦，做活泼的，阮这鸟鼠啊做活泼的，走来走去，伫顶头咧走来走去，啊，佮会收水的。啊，佮有一只捌看过吼，搁较巧用伊的尾溜吼，嘿，来钓鱼啊，嘿钓。